台湾陶艺大师王国珍出生在英国陶艺世家，几当前因为健康的因素，选到台南来调养身体。现在身体复原，为了感谢生命的护持甲照护，特别应邀伫北区大观音殿树殿行者宫来举办感恩陶艺展。菩萨加持甲做鬼内底，你进行认真做的时阵你的在做事的时候，你在用功的时候，那个呀，对气，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因为我可以年纪那么大，我可以做小小的杯子，也可以做很奇怪的东西，希望能够跟各位分享。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就是跟我做的东西是一样的，是有生命的虽然是土做的但是足多人咧祝福，对不对？足多高级的你，会从我的那个东京北的那个洞，就下来。然后我种好每一个，修好每一个，我会在那里把玩。所以讲大家都无同，这玩意。王国珍大师以前少年就是伫迄个国中伫迄个科技室伫咧做这个陶瓷作品仿制陶瓷作品送互这个外宾有这个机缘来咱这个台南市咱还没结缘送互咱丁宫作者伊非常珍贵的这个收藏要互咱丁宫来收藏。咱这个展期为3月22号到4月7日，咱每日这个10点到下晡4点咱有这个志工带遮导览，所以希望讲咱这个媒体会当将这个消息甲传播出去，互咱较侪这个市民、较侪这个信众会当来参观。这届展览总共展出39件历年创作品，作品涵盖大型、中型甲小型，年代大约是20-30当前。这个作品除了展现王国珍伫咧陶艺创作的功力以外，更加难得的是，这届王大师嘛将伫咧特定的时段亲自来解说。展期只到4月7号，欢迎民众把握清明的连续假期前往来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